大家平安。對於基督徒嚟講，耶穌受難日 Good Friday 喺基督教中具有深遠嘅意義，係一年中嘅重要日子，係基督教嘅重要節日。佢喺復活節星期日之前嘅星期五紀念。佢紀念耶穌基督在髑髏地各各他山上被釘十字架和死亡。儘管呢一日係莊嚴嘅、悲傷嘅，但佢被稱為 Good Friday， 因為佢標誌住上帝通過耶穌嘅犧牲實現救贖計劃。好多基督教嘅教派喺呢一日通過祈禱、齋戒同埋教堂禮拜嚟慶祝耶穌受難日，反思耶穌為人類嘅罪而犧牲。基督徒相信佢嘅苦難同埋死亡為救贖鋪平咗道路，使到耶穌受難日成為復活節故事嘅重要組成部分。僅僅2日後嘅復活節星期日慶祝耶穌嘅復活，象徵住希望、更新以及戰勝罪惡和死亡。呢啲日子共同構成咗復活節故事嘅核心，強調救贖嘅主題。喺哥林多前書15章3至4節嗰度講，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，為我們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聖經所說，第3天復活了。喺聖經以賽亞書嘅第53章裏面，有講到主耶穌點樣被人侮辱、謾罵、唾棄，被兵丁鞭打，仲要背上沉重嘅十字架，都係為咗買贖人類所犯嘅罪孽。然而，耶穌沒有為自己辯駁，而是他是默默無聲，就這樣忍受酷刑嘅懲罰。如果大家對於復活節和基督教嘅信仰有咩問題，請大家留言，我會盡快為你哋解答。喺字典留言嗰度有2條 link， 一首歌叫做 Via Dolorosa， 叫做苦路，另外一首叫做 Remember Me， 紀念我。而 Remember Me 係有中文版本嘅，歌曲非常之優美，請大家一定要按入去收聽收睇。多謝大家，神祝福大家。
大家平安。對於基督徒嚟講，耶穌受難日 Good Friday 係基督教中具有深遠嘅意義，係一年中嘅重要日子，係基督教嘅重要節日。佢喺復活節星期日之前嘅星期五紀念。佢紀念耶穌基督在髑髏地各各他山上被釘十字架和死亡。儘管呢一日係莊嚴嘅、悲傷嘅，但佢被稱為 Good Friday， 因為佢標誌住上帝通過耶穌嘅犧牲實現救贖計劃。好多基督教嘅教派喺呢一日通過祈禱、齋戒同埋教堂禮拜嚟慶祝耶穌受難日，反思耶穌為人類嘅罪而犧牲。基督徒相信佢嘅苦難同埋死亡為救贖鋪平咗道路，使到耶穌受難日成為復活節故事嘅重要組成部分。僅僅2日後嘅復活節星期日，慶祝耶穌嘅復活，象徵住希望、更新以及戰勝罪惡和死亡。呢啲日子共同構成咗復活節故事嘅核心，強調救贖嘅主題。喺哥林多前書15章3至4節嗰度講，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，第一，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，為我們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聖經所說，第3天復活了。喺聖經以賽亞書嘅第53章裏邊，有講到主耶穌點樣被人侮辱、謾罵、唾棄，被兵丁鞭打，仲要背上沉重嘅十字架，都係為咗買贖人類所犯嘅罪孽。然而，耶穌沒有為自己辯駁，而是他是默默無聲，就這樣忍受酷刑嘅懲罰。如果大家對於復活節和基督教嘅信仰有咩問題，請大家留言，我會盡快為你哋解答。喺字典留言嗰度有2條 link，
一首歌叫做《Via Dolorosa》，叫做苦路。另外一首叫做《Remember Me》，紀念我。而《Remember Me》係有中文版本嘅，歌曲非常之優美，請大家一定要按入去收聽收睇。多謝大家，神祝福大家。